最近天气遮尔热，凉的甲冰是袂甲写叫，也毋过台北市卫生局进行抽验，有12件饮料甲冰第二届的检验嘛是出问题。伫台北永康街一碗卖200-300块的山药冰，还有国际品牌国台湾，还有莫凡比的冰拢无合格，互处罚。规碗串冰配满满的山药，个人厚胖胖的牛奶糕。在这么热的天气来一碗，真是真消暑。这是在永康街的人气冰品店，私募时透早就吸不少人来排队。啊，不过进前台北市卫生局进行稽查，结果芳脆土豆、味蚵仔雪花冰、甲蚵仔芋圆、牛奶雪花冰的长甘混合拢超过标准，被罚4万块。业者已经进行商品回收，无要搁卖。另外，进发家大安店所卖组团绿豆沙、甲万丹红豆沙同款是长甘混合超过标准，罚4万。目前就是我们都有定期就是做那个熬水的滤芯更换，然后还有定期会做那个冰块的清洁，然后还有像工作人员我们会戴手套，然后就是去制作饮品，就避免会有产生这个大牌感觉部分。台北市卫生局这摆是针对83件冰品抽验，其中包含冰品、食用的冰角、饮料、照类别来检验食品当中卫生无卫生标准，其中12件饮料冰品经过初复检的结果，依然无符合卫生标准被开罚。如果一旦它大量生长，或者遇到抵抗力比较弱的人，它可能就会造成腹泻，那也有可能造成尿道发炎。那最严重的话，大概就是败血症的部分。台北市卫生局提醒，长甘混合会伫食物当中，可会造成食物腐败，所以业者除了卖甲制作场所应该保持清气，作业人员也要重视个人卫生、手部清洁。有空喙爱包好，也要定期换制冰机或者是饮水机的滤芯，这样互民众食了较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